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廣告放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可以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。域名每1分鐘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樣喺眾多嘅競爭對手裏邊遙遙領先，喺國際舞台讓我哋嘅產品一展光芒？我哋今日示範一個關鍵詞俾大家 Waterly Heatpads。全球排名第1嘅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產品 GoGoPads Waterly Heatpads。GoGoPads 係我哋其中一個品牌。我哋帶落去 Google 下面嗰個簡易搜尋睇一下 Search Relate to Waterly Heatpads。呢個簡易搜尋 Google 為我哋冠名排位咗2個 GoGoPads Waterly Heatpads for Men，另外一個係 GoGoPads Sublimation Heatpads。呢2個關聯嘅連接為我哋帶嚟海量嘅數據，裏面嘅數據都係屬於我哋嘅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令到我哋喺呢個全球化嘅行業裏，喺全球裏面嘅呢個行業裏邊遙遙領先，亦增加咗我哋喺 Google 排位嘅權重，令全球呢個行業嘅朋友將我哋嘅品牌加深認識、加深了解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大家喺 Google Video 個頁面睇到，全10個排位裏邊，我哋霸佔咗8個。我哋翻去第2頁，情況都係一樣，我哋霸佔咗9個。競價廣告多咗4個。第3頁我哋霸佔晒，第4頁我哋霸佔晒，第5頁我哋都霸佔晒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確確實實 Video Marketing 大大提升咗我哋喺全球嗰個品牌知名度，讓我哋喺好遠嘅客戶喺好近嘅距離就可以接觸到我哋嘅產品、我哋嘅視頻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，因為佢係一個全方位可以展示你嘅產品嘅能力、個效果、個應用嘅一個媒體。大家喺呢度睇到嘅一個視頻係我哋全球獨有嘅產品，雙面轉移印花機，專係為手機打而設嘅。喺呢度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。所謂全球化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個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大家個廣告可以喺觀眾面前直接展示。同時，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就透過智能手機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呢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請大家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。大家亦可以向我哋諮詢一下，我哋係 Boom Marketer。多謝大家。